書第一章，論尼尼微的默示，就是伊革哥斯人那鴻所得的默示。耶和華是忌邪的施報的神，耶和華施報大有屈怒，向他的敵人施報，向他的仇敵懷怒。耶和華不輕易發怒，大有能力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。他乘風和風暴而來，雲彩為他腳下的塵土。他斥責海，海便乾涸了，使一切江河乾固。巴珊和迦密的樹林衰殘，黎巴嫩的花草也哀殘了。大山因它震動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它面前突起，世界和住世界其上的也都如此。他屈恨，誰能定立得住呢？他發烈怒，誰能當得起呢？他的屈怒如同火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耶和華本為善，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，卻而認得那投靠他的人。但他必以漲溢的洪水淹沒尼尼微，又驅趕仇敵進入黑暗。尼尼微人啊，為何設計謀攻擊耶和華呢？他必將你們滅絕淨盡，災難不再興起。你們像雜的荊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全的歲屆全然消滅。有人從你那裏出來，圖謀邪惡，設惡計，攻擊耶和華。耶和華如此說：尼尼微雖然充足，勢力充足，人數繁多，也被剪除，歸於無有。猶大啊，我卻然使你受苦，卻不再使你受苦。現在我必從你的頸項上拆斷他的軛，扭開他的繩索。耶和華已經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說：你的名下的人必不留後。我必從你的神的廟中除掉雕刻的偶像和鑄造的偶像。我必因你鄙陋而使你歸於墳墓。看啊，有報好信傳平安之人的腳登山，說：猶大啊，你可守你的節期，還你所許的願吧，因為那惡人不再從你中間經過，他已經滅絕淨盡了。